使一頓火鍋錢就可以入手呢啲降噪勁到爆、顏值又高嘅耳機，無論係讀書、返工、通勤，一個就搞掂晒。何況我呢啲全部都係喺拼多多買嘅，價錢仲平一大截，評價又有料，性價比真係冇得彈。呢款嘅顏值我真係一眼愛上，極簡風超級百搭，仲好小巧，戴住唔會覺得礙事，6種顏色襯咩穿搭都得，仲有 Hi-Fi 音質、動態空間音頻，仲支援動態頭部追蹤，戴上去簡直就係個人 Mickey Mouse。續航長達120小時，充一次電隨便用，主動降噪功能夠強，周圍噪音完全唔使擔心，仲好輕巧柔韌，戴住唔壓耳唔壓頭，亦都唔會顯頭慌，戴足幾個鐘都唔會唔舒服，無論係舒適度定價錢，都超適合學生黨。ANC 主動智能降噪，最高降噪深度有45分貝，戴住讀書、返工、通勤，真係超級沉浸。全包以蛋白皮，戴住唔壓耳，頭彈性夠強，整體佩戴舒適感超高，續航125小時，半個月都唔使充電，仲支援環境音通透模式，行街嘅時候更安全。奶油色超級百搭，隨便一戴都係時尚單品，價錢仲唔夠一餐飯，性價比真係高到離譜。奶油色加簡約設計，真係百搭到冇朋友。被動降噪加 S 主動降噪，40分貝深度降噪，一戴上世界都靜晒。讀書完全唔會被干擾，唔係靠夾緊耳朵來降噪，所以一啲都唔夾頭。海綿柔軟又透氣，整個耳機用輕量化材質，戴住唔使驚壓壞髮型，讀書幾個鐘都冇問題。VR 級空間音效加 Hi-Fi 立體音效，搭40毫米超大發聲單元，音質冇得挑剔。Ans 通話降噪，打電話語音超清晰，續航60小時，1-2個星期都唔使充電，真係可以閉眼入手。我呢幾款耳機全部都係喺拼多多買嘅，而家拼多多香港地區全場免郵，仲係零門檻，一件就包郵，揀好配送方式就得，買嘢超方便。最正嘅係新用戶仲有88元券包，用咗之後直接慳一半錢，大家千祈唔好忘記領啊！呢3款耳機有冇你中意嘅？無論你係要喺圖書館讀書、宿舍睇劇嘅學生黨，定係每日返工通勤打工仔，都可以去拼多多睇下呢幾款耳機，評價又有實力。記住而家拼多多香港全場包郵，仲有88元券包，用優惠價入手超抵，千祈唔好錯過。